Hello，我係 Leo，我係創意國際傳媒嘅 CEO。創意國際傳媒集團由2009年成立到依家啦，已經服務超過咗7000家企業。目前咧係香港 Google Top 3% 嘅 agency， 香港小紅書官方認證嘅第一批培訓服務商。分別我哋喺香港、新加坡、深圳、廣州都設有分公司。今年咧係我哋公司成立16週年。期間咧，我哋見證咗香港數字營銷呢個行業不斷變化同埋進步。咁我哋嘅 AI Agent Eastgrove 涵蓋咗智慧零售、智慧餐飲同埋智慧旅遊等3大嘅領域。系統咧結合咗數據洞察、內容創作、精準營銷3大功能。當中我哋嘅營銷工具咧深度融合咗人工智能、內容生成圖文同埋視頻等功能啦。為企業大大降低咗用人嘅成本嘅，以及創造更加多嘅價值。未來我哋會繼續運用我哋嘅經驗，結合我哋嘅 AI 技術，為香港更加多嘅企業降本增效，實現業務持續增長。